知識泊係一個針對香港泊車問題而設計嘅創新系統，我哋利用人工智能同埋大數據分析，幫你車主更加輕鬆咁揾到泊位，同時降低停車場嘅電力消耗同埋人力成本，充分善用資源。為咗深入了解泊車問題，我哋進行咗訪問同埋問卷調查，同埋親自考察咗好多唔同嘅停車場。我哋發現咗幾個問題。首先，香港嘅車位不足，尤其繁忙嘅時間同埋假期，揾到空位嘅難度非常之大。雖然有停車場已經開始實施智能泊車提供實時監測，但呢啲資料嘅準確性唔足，加上即使見到空嘅車位，司機開車過去，可能嗰個位已經被其他車泊咗。其次，泊車費好貴，好多停車場係按小時計費，咁樣令到車主必須要時刻睇10個鐘，到走嗰陣仲有唔少停車場要先去俾錢，要等好耐，好唔方便。仲有香港嘅車位非常狹窄，令到泊車變得更加困難。此外，停車場嘅指示唔夠清晰，令到司機想揾翻個位都唔係咁易。揸電動車嘅司機反映，充電位成日都俾一啲唔係充電嘅車泊咗，造成資源錯配。雖然香港已經有少數停車場係引入咗自動泊車系統，但係由於建設成本高，呢種系統仲未普及。智識泊系統具備智能配對功能，利用人工智能將車位數據同埋司機嘅需求進行匹配，推介最合適嘅泊車位。使用智識泊系統，司機需要先登入，並且預先輸入每架車嘅資料。每架車會用佢嘅車牌作為編號，記錄低每架車嘅特點同埋司機嘅要求。當司機需要泊車嘅時候，可以通過我哋嘅應用程式選擇即時泊位。系統會根據司機當時嘅位置同埋預設嘅要求，智能匹配最合適同埋最近嘅可用車位，並且顯示相應嘅價錢，提供俾司機選擇。司機確認選擇之後，就可以喺系統計算嘅建議時間之內到達停車場。如果因為路面情況而未能準時到達，系統亦會容許合理嘅延誤，但同時收取低於泊車費嘅留位費，以確保預留車位。系統亦可以接受預約車位，進一步減輕司機揾泊車位嘅壓力。出入停車場嘅過程係全自動化，系統安裝咗車牌號識別技術，有指示燈同埋會喺手機應用程式度帶司機前去預定嘅車位。如果冇下載手機應用程式，喺有空出車位嘅情況之下，我哋都係會俾佢泊車嘅。我哋會根據車場門口快設施量度出嚟架車嘅大細，分配合適嘅車位。如果冇嗰架車嘅記錄，就只能夠以架車嘅大細嚟分配車位。系統係用線上收費嘅，司機唔使等俾錢就走得。而計算嘅收費亦都會根據實際嘅泊車時間，以每分鐘嚟收錢。每次泊車消費都會累積積分，呢啲積分可以用嚟抵消泊車費或者兌換其他商業積分，好似餐飲券同埋買嘢折扣咁，進一步促進周邊嘅商業發展。智識泊安裝成本低，只需要裝感應器同埋攝像鏡頭，結合應用程式同埋智能系統，就可以將傳統停車場變成智能停車場。系統按車輛嘅大小同埋司機嘅需要，分配適當嘅車位，以避免資源錯配，仲可以調低未用區域嘅燈光冷氣，減少能源消耗。透過智識泊智能泊車系統，我哋期望唔單止可以改善泊車體驗，仲希望推動經濟發展。智識泊智慧出行最合拍。